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今日想同大家輕輕鬆鬆傾下一本專為40+嘅朋友度身訂造嘅書《40歲一定要養成的關鍵習慣》。作者係日本嘅佐佐木常夫。相信好多朋友到咗40歲呢個階段，都會有種唔上唔落嘅感覺。職場上面可能遇到升職樽頸，又或者經被後生仔頂替。屋企要照顧老人家同細路，壓力真係唔少。財務方面又要為退休打算，驚後半生冇着落，連身體狀態都好似差咗，成日覺得塞到無力。其實呢本書就係針對呢啲煩惱，俾咗好多好實用嘅建議。佢唔講咩大道理，反而教大家從日常嘅小習慣入手，慢慢調整自己嘅狀態。無論係職場、財富、家庭定健康，都可以有個唔錯嘅改變。今日我就用15分鐘時間同大家拆解下呢本書嘅精華，希望可以幫到有需要嘅朋友啦。首先，作者一開頭就講40歲嘅習慣決定你後20年嘅人生質量。好多人以為40歲之後就係等退休，但其實40歲先係人生嘅中場轉折位。前半生你可能靠體力、靠憧憬闖天下，但後半生靠嘅係策略，靠嘅係習慣。如果40歲仲唔轉下方向，繼續用年輕時嘅方式做事，好容易會覺得吃力唔討好。咁到底要養成邊啲關鍵習慣呢？我分咗3個部分同大家傾，分別係職場、財富、健康同埋人際心態。每一部分都好貼近我哋嘅日常生活。第一部分，職場上面嘅習慣調整。好多40+嘅朋友喺職場上面可能已經做到中層或者係團隊入邊嘅老前輩啦。作者就提醒大家，呢個年紀千祈唔好再事事親力親為，要學識放將啲瑣碎嘅工作交俾下屬，你自己專心諗做決策，睇方向。比如話，你可以主動諗下公司未來嘅發展趨勢，提前出下提案，又或者多帶下屬，等團隊變得更有戰鬥力。咁樣唔單止可以減輕你嘅負擔，仲可以提升你喺公司嘅核心價值。公司需要嘅唔係一個超級員工，而係一個識帶團隊、識握方向嘅管理者。另外，作者仲好強調數字敏感度同信用餘額。40歲之後，無論做任何決策都要睇數據，唔好靠感覺。而信用就係你嘅無形資產，無論對客戶、對同事、對公司都要守信用。呢個先係你職場立足嘅根本。好多朋友到咗中年，覺得職場艱難，其實唔係能力唔夠，只係習慣未轉過嚟咋。第二部分，財富同健康嘅習慣。呢兩樣可謂係40歲之後最需要關注嘅事啦。先講財富，作者唔係教大家點樣發大財，而係教大家穩穩陣陣理財。比如話，要養成強制儲蓄嘅習慣，每個月固定將一部分收入存起嚟，唔好亂花，要分清必要開支同非必要開支。好多時候我哋買嘅唔係需要，只係貪心想要啫。另外，仲要開始為退休做準備，比如了解下養老保險、理財產品之類，避免臨近退休先慌手慌腳。至於健康，作者嘅建議好簡單，但超實用，養成規律作息同適量運動嘅習慣。40歲之後，身體嘅新陳代謝慢咗，熬夜之後好難復原，所以盡量唔好熬夜，保證充足嘅睡眠。運動唔使太激烈，每日散步半個鐘，或者每周做3次瑜伽，慢跑都得，最緊要係堅持。好多朋友覺得忙到冇時間運動，但其實運動唔係浪費時間，而係為咗後半生少生病、少使醫藥費，呢個先係最抵嘅投資啊嘛。第三部分，人際同心態嘅調整。40歲之後要學識精簡社交。唔好再為咗所謂嘅人脈
去參加一大堆無謂嘅應酬，與其浪費時間喺唔熟嘅人身上，不如多陪下屋企人，或者同幾個真心老友傾下偈、吹下水。作者話，真正嘅人脈唔係你識到多少人，而係你自己有多少價值。當你有價值嘅時候，自然有人願意同你交往㗎。另外，心態上面要學識謙遜同放鬆。40歲之後，唔好再過分執着於輸贏。有時候退一步真係海闊天空，可以培養一個自己中意嘅興趣，比如養花、釣魚、寫字。呢啲興趣可以幫你鬆弛下，紓解壓力，讓生活變得更充實。好多人到咗中年覺得焦慮，其實只係因為想要嘅太多，又唔肯放自己一馬咋。講完核心內容，我想同大家分享幾個可以即刻落地嘅小建議，大家不妨試下喺日常生活中執行下。第一，每日花10分鐘總結，反思今日做咗咩事，有咩做得好，有咩需要改進，慢慢養成有規劃、有反思嘅習慣。第二，從聽日開始，固定一個時間瞓覺，一個時間起身，試下堅持1個禮拜，你會發現自己嘅精神狀態好咗好多㗎。第三，整理一下自己嘅財務狀況，列一個收支清單，清楚知道自己嘅錢花喺邊度，哪些開支可以慳返。可能有朋友會話，我都想養成習慣，但好難堅持㗎。其實作者都考慮到呢一點，佢話養成習慣唔需要一步到位，可以從好細微嘅改變開始。比如話，唔使一開始就要求自己每日運動1個鐘，先從每日散步10分鐘開始；唔使一開始就要求自己儲好多錢，先從每月儲500蚊開始，慢慢積累，習慣自然就養成咗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總結一下40歲一定要養成嘅關鍵習慣呢本書，核心就係教大家轉變思維，調整習慣。40歲唔係人生嘅下坡路，而係新嘅起點。只要你養成正確嘅習慣，無論係職場、財富、家庭定健康，都可以擁有一個更好嘅狀態嘅。如果大家有時間，建議可以去睇下原書，裏邊有更多詳細嘅案例同方法。如果大家覺得今日嘅分享有用，都可以分享俾身邊40加嘅朋友，一齊進步，一齊度過一個充實、開心嘅中年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嘅聆聽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，都可以留言問我，我會盡量回覆大家㗎。再見。